噔，終於都有時間同大家分享我嘅藝人妻廚房啦。今次呢，就係會整，成日都會喺我 IG 見到一個 all day breakfast。咁可以睇下咩材料，其實呢，材料方面呢，你自己中意就冇所謂噶啦。咁我自己呢，都會偏重俾多少少生果啊，同埋啲蔬果類嘅比較多。但係呢個重點就反而係個雞蛋度，因為我今次呢會整個黑松露炒蛋嘅。咁水魚佬呢本身中意食菇類嘅，咁所以呢就預備咗呢一個大嘅燒烤菇啦。咁另外就會加啲煙肉粒啊，跟住另外再準備啲麵包啊，同埋準備嘅德國腸就可以噶啦。首先可以處理咗個燒烤菇先，咁就可以將啲煙肉粒放入去。咁如果係煙肉片都冇問題嘅，只要將佢切翻碎就可以噶啦，釀入個菇裏邊。咁份量呢，適隨轉變，最緊要呢就係放翻個芝士片喺上面，咁就冇咁 dry， 同埋亦都冇咁容易焗到乾嘅。跟住呢，就可以喺個盤裏邊呢放上錫紙，係方便我自己清洗嘅啫。之後呢，就可以處理個腸啦，因為呢，我本身呢就冇太多爐頭嘅，咁我自己呢就中意將啲譬如火腿啊，又或者係腸呢一類呢，就放喺個焗盤度一齊去焗，咁就可以慳翻啲時間啦。因為話明15分鐘嘛，樣樣都煎，其實呢就會做唔切嘅。好啦，所有材料預備好之後呢，就可以放入焗爐。焗爐呢就事前預熱咗嘅，咁大概用240度嘅溫度啦，大概焗10至15分鐘。菇呢大概焗15分鐘，而嗰個腸仔呢大概焗10分鐘呢就可以拎出嚟噶啦。之後我哋就預備個蛋啦，咁我哋兩個人大概食3隻到啦，就好少食到4隻嘅。預備3隻嘅蛋，再大概放2匙羹嘅黑松露醬啦，跟住之後就發起佢啦。飲食就要均衡嘅，咁所以呢，有時我都會預備啲沙律菜啊，或者青瓜嘅。咁今次呢，我就想食啲酸啲嘅嘢，所以呢，就預備咗一個西柚啦。快速嘅去皮方法，我就會咁樣做噶啦。好，之後就處理個牛油果。牛油果其實好容易嘅啫，只要將佢開一半，轉開佢，其實就可以分得好靚噶啦。之後呢，就再攞個大嘅湯匙，沿住個邊慢慢刮佢出嚟。好多人都問我點樣揀個靚嘅牛油果，其實靚嘅牛油果呢，只要呢表面呢係呈比較深綠色啦，甚至係帶有少少啡色，同埋個表面比較腍身呢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大概用1湯匙嘅牛油啦，跟住就用比較細火去預熱咗先，直到個牛油慢慢咁溶解之後呢，就可以將個蛋放入去啦。呢個時候呢，記住個火唔好太大，大概細火就可以啦。之後呢，就不停將佢未熟嘅時候呢，就不停將最出邊就嚟熟嘅蛋呢，就撥翻去入邊，不停炒，到最尾大概有呢一個狀態呢，其實就完全熄火，利用嗰個鑊裏邊嘅餘溫呢，跟住就將佢慢慢炒熟就可以噶啦。咁我個藝人妻嘅 all day breakfast 就咁就完成啦。我每一日呢，大概食嘅早餐都係咁豐富嘅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呢一個食譜啦。如果喜歡嘅就俾個 like 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